周报后面也有。好，那我们用请印的方式，好不好？那个弟兄念双数节，姐妹念单数节。弟兄念双数节是双数节开始嘛？从25章16节开始。弟兄先，然后姐妹念单数节。好，弟兄请。你得了蜜吗？只可吃够而已，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。你的脚要走进邻舍的家，恐怕他厌烦你，恶恨。讲见证陷害邻舍的，就是大嘴，是利刀，是拐剑。买卖时以好恶忠诚的人，好像破坏的牙，错无缝的脚。对伤心的人唱歌，就如冷天脱衣服，又如街上到处。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饭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水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好，这段经文，一开始说你得了蜜吗？蜜这个东西哦，是一个很甘甜、很顺口的一种食物。那牧师不晓得你们在你们的感受里面，蜜是什么？你们觉得什么是你的生命当中的蜜？开心的事。开心的事。篮球。篮球。家人。跟家人在一起，那个感觉像蜜。你们难道没有意见吗？好，没有。网络是不是你们的蜜？手机游戏，你这个蜜。好，每一个人可能对蜜的定义不一样啊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刚才的诗歌里面，我们是不属世界的，我们是属上帝的。对于在世界的人来讲，这个蜜呢，它可能会让我们陷在一个蜜有粘性嘛，黏黏的、甜甜的，非常有吸引力。常常会讲说很致命的吸引力，比如说打电动啊，如果打得太超过的时候，那就叫做致命的吸引力。不是说打电动不好，就是说如果打得太超过太多了，你吃了蜜吗？只可吃够而已。好，那有人讲说，那跟家人的关系，大家就是一个在上帝里面看为喜悦的关系。那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的蜜吃太多，吃的过多，就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效果。好，那难道好的事情吃太多，会不会有负面的效果？如果没有负面的效果，圣经就不用讲了。你得了蜜是好东西啊。蜜在经文里面，它算是一个智慧，是一个寻求上帝，是个非常好的。好，比如说家人，刚有人讲说家人，还有打篮球，好，一直打，身体受得了吗？好像也不行，一直打，你是要节制。好，那家人在一起，一直黏在一起，一直没有节制，一直黏在一起，好像也怪怪的，好像也怪怪的。所以呢，你得了蜜吗？只可吃够而已，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了。那所以呢，这一节经文，其实这一整段经文，今天从16节到22节，在讲的是一种关系。我们可以讲说是人际关系，我们怎么样在人际关系上面找到一个平衡点，不要吃得太饱，吃够就好了。好，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会倾向就是它的主题是在于讲在人际关系上。好，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在人跟人相处上，好，我们得到了一些可能那个人你觉得你跟他关系很好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没有节制，比如说吃了蜜我们的关系很好，不管是夫妻啊，关系很好，吃了蜜，吃过多会有种情绪，就是控制欲很强。对不对？哇，这种关系好像也太有压力了，吃的太多了，吃过多了。朋友关系也是一样，成天腻在一起，那可能我们的视野就会变得很狭隘。
那打网络也是一样，如果你什么都需要问谷歌大神的时候，现在很方便嘛，什么都不知道，Google 一下，Google 一下，但是 Google 出来的东西就是全貌嘛，也不尽然。那一个不小心，可能还会落入断章取义，或者是很偏颇，你就认为你看到的就是全世界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得了蜜吃够就好，不管在怎样的一个关系里面，得了蜜吃够就好。避免我们看自己看得太重要、太强、太绝对，自以为意。吃得太过多，就容易自以为意，会以为自己所认知的、自己所看见的是对的，是绝对的。好，那第17节他说：“你的脚步要少进邻舍的家。”这就是在讲说，我们在人跟人相处，很多时候会忘记，因为吃蜜吃太多嘛，忘记了就忘了要给别人有一个空间，会一直咄咄逼人。可能我们在跟人家讲什么事情，人家可能只是默不作声，他还在思考，他还在想，可能呢他不太认同我们的讲法，但是又不想打坏关系，所以他表示承诺。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节制，我们不知道控制的时候，我们一直不断的跑到邻舍家，邻舍可能有我们欢迎你来啊，但是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分寸，就一天3天两头的跑，往人家家里跑。一开始人家是真的是诚心欢迎你，可是久而久之，你会觉得有完没完啊？我也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，好，类似这样子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一个氛围里面，我们会忘记自己的身份，跟忘记那个界限在哪里。不管是男女关系，有的时候男女关系，特别是现在的男女关系很没有界限，很没有界限，以至于呢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避免一些瓜田李下或是不必要的误会。亲子关系也需要有界限。上个礼拜，我们的男主角子群今天在现场。上礼拜也讲到，亲子关系有时候也是需要有所界限。孩子是父母的产业，但是呢，不是他的所有物啦。跟那个物品是不一样的。你说房子是我所有的，孩子是我所有的，所以只要听我的。那这样子就没有界限了。好，那夫妻关系也是要有界限。你说男女关系要有界限，好，那结了婚以后可以没有界限了吧？可以这样？那不行啊，刚才讲过了，控制欲太强，那个也是没有界限，有点超过。好，那然后呢，劳资关系也是要有界限。劳工跟雇主，雇主如果很没有界限，就会压榨劳工。那劳工也要不能一直所求无度，一直好像该做的责任没有做，只是一直要求福利，这样子也是不行。所以任何的关系，我们如果失去节制，没有界限，就会导致我们人际关系常常那个危机是危机四伏的。所以今天在18节到20节，18节到20节呢，就看到说他就教导箴言教导说我们要避免或者是躲避，要避免这3种情况。哪3种情况呢？18节他说，我们做人不要只看表面，人看人比较容易看外表，可是上帝要我们看内心，因为我们看外表，我们就会容易去论断，容易以自己的视线来想全部，就是瞎子摸象，大家都知道，摸到一个象图就以为是整只象的这样子。我们会试图用一些，如果在我们认人不清的时候，对一个人如果我们认识的不够清楚，我们只是看他的表面，或看他的其中某一个面相，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就怎么样的时候，很多时候这样子的论断，它就像做假见证。比如说今天我如果对历程认识不是很深刻，但是呢，我可能认识不是很，就是认识可能不久，但是他如果做一些什么事情，假如啦比如说他有一天就穿着拖鞋就来做礼拜就那么一次，刚好又被我撞见，我可能会觉得说弟子怎么做个礼拜穿拖鞋？可是他或许他刚好脚受伤、脚痛，任何的情况他可能不方便穿鞋子做礼拜，他只能穿拖鞋。那我就这样论断他了，在我的心里就论断他了。然后如果我又把这件事情跟别人
人看人不能只看外表。然后第19节就说，19节他说，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，就好像破坏的牙错骨缝的脚，这个还蛮饶舌的哦。也就是我们在患难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去找那些靠不住的人，没有诚信的人，他可能呢，他靠不住嘛，不但没办法帮你解决事情，可能还会把你的事情怎样说给人家听。那这个时候你就好像那个牙齿啊，蛀牙痛到一个程度是没办法咀嚼食物的，没有办法咀嚼食物，它就没办法吞下去，没办法好好的吞下去，就没办法好好的消化吸收。那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身体就会慢慢出状况。好，那也像那个脱臼，那个脚脱臼没有办法行走，想你脚快好了吗？还没好。好，那个想要打球没办法打球，那就好像那个脚受伤、脱臼或者骨折这样子，没有办法行走。如果我们在患难时找到不该找的人，那这也是我们认人不清，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去认识一个人。再来第20节说，对伤心的人唱歌，就如冷天脱衣服，又如剪上倒醋。对伤心的人唱歌就是完全没有同理心啊。这里的唱歌是指唱那种很开心的歌哦，不是唱那个悲歌，不是。对一个伤心的人，你跟他很开心的唱歌，人家就已经很难过，然后说啊来唱歌开心啊怎么样？真的是没有同理心，没有同理心。那这样子的情况呢，就好像天气很冷的时候，你硬要他说啊外套可以脱下来了啦，哪有这么冷啊？你也太夸张了，外套可以脱下来，硬要人家脱外套，然后呢剪上倒醋，这个可能要问化学比较好的人。好，但是另外一个翻译呢是伤口上撒盐啊。另外一个版本翻译就是没有同理心的人，就是在伤口上撒盐的这样子一个人。好，那所以我们会发现，很多时候在群体生活、人跟人的互动当中，我们很容易迷失自己的身份，失去了那个界限。那我们是基督徒吗？有时候基督徒也会失去界限。基督徒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读圣经，每个人对圣经的理解都不一样。有的时候呢，拿着圣经，有的时候就会开始在论战。我看到的是这样子啊，一个人说 no， 我看到的是那个样子。其实每一个人在读经的时候，上帝的灵、上帝的话，为什么是活泼的？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，每一个生命的境况都不一样，在不同的时空里面，我们在读上帝的话，一定会有不同的领受。我们不必要为着到底谁对谁错，然后针锋相对，真的面红耳赤。可是我们常常会这个样子，我们常常会对自己会对别人有过多的期待，好像只有自己想的是对的，只有自己会进步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克制自己，我们如果吃腻吃的太多了，危机就会用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我们人跟人的相处当中。那么现在牧师要挑战，经文差不多快读完了，牧师要给你的挑战。我不晓得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谁让你觉得你绝对不会想要找他同工。人际关系，如果说我们跟谁，我们讨厌一个谁，看不惯一个谁，如果在我们教会以外，我们想说在世界上好了，可能在工作上啊，在班级上啊，在家庭里啊，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吧，你走你的独木桥，我过我的阳关道，我们互不干涉。看到你就像没有看到一样，我就这样，你走那边我就走这边，这样 ，OK 啊。我们有选择朋友的权利，可是，在教会里呢，在教会里，我们却没有办法这样做，因为我们是肢体。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这样子的关系就会是一个危机啊，就会是个危机。那个危机是在于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同工。哥林多前书也说，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个眼睛很差，我不要，我把它挖起来丢掉。近
近视加散光，又加什么什么黄斑部病变啊，我给它挖掉不要，不可能嘛？那是脚骨折，害你不能打篮球，把它锯掉好了，气死我，都是你害的，害我不能打篮球，不可能嘛？我们是肢体，不俊美的要让它更加的俊美。可是我们要自问是，我们在教会团契中，是不是常常也是会得理不饶人，没有节制，会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来看别人，失去对上帝的敬畏，忘记了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也忘记了我们常常只看别人眼中的怎样，看别人眼中的刺，却是忘记了自己眼里有梁木。当我们在心里或者在别人在讨论说，我们在论断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当我们在心里论断某一个人的时候，耶稣也正在旁边看我们，然后耶稣会跟我们讲：你们有谁没有罪，就可以拿石头把这个人给打死。我想在教会里这样子，如果产生这样子无法同工的危机，还有一个最大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守住耶稣心的诫命，我们没有办法彼此相爱。所以今天牧师要给大家一个挑战，就是我们要先调整自己的态度。如果有一个人让你想起来，你怎么样都不想跟他同工，你觉得跟他同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那么我们要先调整自己。或许有些人会说，牧师，为什么是我调整？为什么是我不是他？我们要知道，每一次来做礼拜，我们怀抱的是什么样的心来敬拜上帝？我们怀抱的是一个我们想要在这个礼拜当中遇见上帝，让上帝告诉我们一些事情，好像我们可以因着这样子的感动，因着这样子的领受，我们可以做调整、做改变，然后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更新我们自己的生命。让我们累积了这么久的一些污秽，累积了这么久的一些不好的东西，可以透过礼拜，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悔改，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更新。我们常常说上帝爱我，耶稣爱我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要说，上帝鞭打凡他所爱的人？在前几个礼拜，正好是传道讲到的那个时候的经文说，要杖打儿女。当我们会杖打儿女的时候，是出自于爱，希望他能够回头，是在爱里面的。可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忽略了我们自己是需要被调整的那一个？或者是我们知道要调整，可是不想去做。我们像鸵鸟一样，把头塞进去，什么都看不到、听不到，不想。这一阵子如果有跟着新眼光在走，我想你们都有读到一段经文，就是讲说懒惰人啊，怎样，不要像懒惰人。有跟新眼光就应该会发现懒惰人是怎么样的啊。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我们的身强体壮，我们为了我们要有好的体力，我们会非常的用心，也很敦促自己要去，比如说练跑步啊。打篮球一定要体力嘛，基本体力要好练跑步。我们会敦促自己去锻炼，我们不会偷懒。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常常会想要去锻炼，可是对我们的心呢？当我们的心里有不对劲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心生病的时候，我们却常常偷懒，不想来锻炼我们的心。我们不想锻炼，让我们的心可以更依靠上帝，可以更坚强，可以更坚强的面对每一次的危机。上个礼拜讲到患难中的力量，患难不会那么快的过去，危机也时常出现，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有勇气去面对？我们是不是
愿意不断的敦促自己，像我们在训练我们的身体一样，来训练我们的心灵。所以每一次的礼拜，都是上帝在对你讲话。我再说一次，调整要从自己做起，因为总要有人先开始调整。我不晓得在你们现在心里面，不管是对同工也好，对家人也好，可能有一些人让你想起来就是那么的不可靠，让你想起来就是猪队友，就会觉得你不想去跟他一起共事，不想跟他一起去同工。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应该要去做，而且是你其实是做得到的，不要偷懒，要尽力去做，要尽力去做。当然，或许我们还是会继续让自己陷在那个人际的危机里面，我们还是不想去跟别人和好，我们还是不想邀请某人同工，我们还是不想跟某人跟他和好。有的人说话都不会说话，都不想说话，没有关系，因为上帝不会照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，上帝也不会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。好，如果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宽容，这么多的机会，那么我还要再问，为什么你不愿意给别人机会？为什么你不愿意给别人这样子的宽容？主导文说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。当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机会来调整，可是我们都视而不见，或者是我们没有勇气，或者是我们因为偷懒，我们不想去这样做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肯给别人再一次更多的机会跟选择？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爱人如己？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彼此相爱？上帝他不厌其烦，一次又一次的透过每一次我们在读经灵修，透过礼拜，透过团契向我们说话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但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对待我们的家人，没有办法这样对待我们的同工，我们就陷在一个罪里面，因为我们好像知道，好像觉得好像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掌握，所以我很生气，我很气愤。我们要晓得，万事万物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，万事万物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。我们还要一直拥抱危机吗？这样子人跟人相处的危机，或者同工的危机，我们还要继续的拥抱它吗？我不放手吗？我不想办法改变吗？不想办法去给它转换吗？我想今天的经文最后2节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21节、22节，他说：“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饭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水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”这段经文意思说，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渴了就给他喝，就是他基本的需要，你要供应给他。好，身体的基本需要我们要供应，那人家心灵的需要呢？如果人家是孤单的、无助的，如果人家想要跟你同工，但是被你排挤，被这个群体排除，被群体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。如果有人有这种被排斥的感觉，如果你感受到了，那么你要邀请他，把他拉进来，要邀请他，把他拉进来，这是他最基本他应该得到的养分，因为他也是枝子，他要连结在教会，连结在基督的这个葡萄树上，他才能再活起来，不然他会枯干掉，他会枯干掉。如果我们愿意主动伸出援手，去把这样子的一个肢体接回这个葡萄树上，接回这个主干上的时候，
什么叫做炭火？什么叫做拿炭火对在他的头上？你对他释出这样子的善意，就有可能是他生命转变的一个机会。因为他可能因为你这样子的举动，主动释出善意，接纳他，就像耶稣接纳我们的这样子的举动，他可能会有羞愧感，他可能会很羞愧说啊，当初好像，因为我觉得人跟人是相对的嘛。如果我们对一个人不友善，其实他会感受得出来的，他会感受得到我们的不友善，他会感受得到我们不管在眼神上、肢体动作上。相对的，他会感受得到。可是，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那一个经验，放下自己的情绪，放下自己的欲望，我们愿意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重新接纳他，邀请他，那他就会很羞愧，他的羞愧感会从他的心里涌出来，他会觉得说：啊，当初我怎么这样子？我好像看错他了，误会他了。我应该要更谦卑的再一次重新认识这个人。那样子的羞愧感可以翻转他的生命，也可以翻转你的生命，彼此的生命都可以被翻转。我们要给自己，也要给对方一个这样子可以得以翻转的一个机会，就是我们要主动，要调整从我们自己开始。罗马书第5章有说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低头，是因为觉得很丢脸。明明就我也没做什么错事，为什么是我要先调整？为什么是我要先低头？不要忘记耶稣为我们做的事。耶稣为我们死，我知道啊。死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吗？耶稣在为我们死断气之前的那段时间，他背负了最羞愧的十字架，在当时是最羞愧的，是被咒诅的。他背负了十字架在街上游街啊，不是他自己要游街的，是他被迫游街的。然后任何人都可以对他做出一些非常不堪的举动。为什么什么错都没有的耶稣要为我们这一些人做这些？为什么耶稣在做这些的时候，他这么的心甘情愿？因为他知道有那个盼望，就是那个复活的盼望。也是因为他可以透过这个，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复活的力量带给他所爱的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爱世人，他爱这一切都搞不清楚在干什么的世人。我想没有任何的羞愧会比耶稣还大。今天是教会青少年少年的升级礼拜，刚才非常的厚。你们在办那个升级礼拜的时候，诚心啊，一个人啊，6年级升到了国1，诚心一个人在这边背，还要抽题目啊，这样背啊。我心想，还好我已经超过这个年纪了，不然好恐怖哦。好，小孩子，比如说照明的小孩啊，无行为能力的人，一直升级到有行为能力的人。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一个可以自我克制的一个能力，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在转换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克制，慢慢在升级的过程当中，不是只有诚心要升级，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，在上帝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每一天都要升级。你说每一天实在是有点要求太高了，好，至少每个礼拜来做礼拜都要来升级。升级什么？我们要重新在上帝里面重新审视自己，调整自己，放下克制自己的情绪跟欲望，要把握住任何可以转变的契机。如果我们对仇敌的态度都要有所调整，那更不要说是对我们的肢体，对我们的亲朋好友。如果我们
一直戴着有色的眼镜来看待某人，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认识耶稣，因为他们在我们的身上感受不到耶稣的爱与宽容。在礼拜三的祷告会当中，牧师有抛出一个思考。我问大家说：“大家心里面什么叫做好同工？好同工的定义到底是什么？”其中有一个答案就是可以邀请人与他一起同工的这样子的人，就是好同工。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要先邀请人，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牧师刚刚一直强调的，我们的邀请不是在挑选。当然了，有些事工我们需要筛选一下。我们筛选什么呢？筛选那个人有没有恩赐，他的恩赐是不是在这个上面可以有好的发挥，而不是在筛选这个人跟你他的一些做法跟你合不合、投不投气。因为每个人的气质、习惯都不同。如果教会有需要，我们都要放下自己片面的论断，邀请，让大家可以在教会里面一起同工。因为如果一个很好的器皿，再好的器皿，如果它里面装满了自己的想要，装满了自己的骄傲，装满了自己的欲望，一个再好的器皿也无法再为主做些什么。危机跟转机其实只有在一念之间。教会每个肢体彼此之间会有危机，但是能不能有转机呢？就看大家要做什么选择。当我们得到蜜的那个时候，是危机也是转机。如果我们吃了过多，自以为是，那就是危机。但是如果我们懂得节制、谦卑虚己，转机就会出现。当我们遇到了猪队友，遇到了你不是觉得很 OK 的同工，如果我们嫌恶他、自以为意的审判他、敌视他、排挤他、拒绝他，那就是信仰上的危机。但是如果我们当他饿了，当他渴了，当他已经快要枯干了，好像快要脱离这个教会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愿意放下自己，为了耶稣的缘故，我们愿意邀请他一起吃喝，邀请他一起同工，那么转机就出现。要节制，得了蜜，吃够就好，千万不要自以为意，吃得过饱，那会吐出来。要谨记，你的仇敌或者是你看不顺眼的人，若饿了，就给他饭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水喝。这个时候，生命的转机就会出现。在处处充满危机与转机的信仰生活当中，我们要做什么选择？我们要做什么选择？是选择自己的喜欢吗？还是因为我们看见了那看不见的复活